议员李定国表示，民主的保存真重要，但公共建设甲着人民财产嘛同款的重要。议员批评真侪地方的建设，因为卡伫个民主的调查，地主工程一拖搁再拖，甚至开大钱来考古调查。互议员不得不怀疑是毋是有道理。不是我们图利，是我们任人宰割。然后他说1个月就1个月，他说1年就1年。没错。我们多少公共建设就这样3年、5年、10年。接续议员李定国嘛关心交通的议题，尤其新台病院门诊大楼伫个改建启用以后，周边小东路的交通就相当的混乱。病院为了管制地下停车场车辆的进出，伫个路边来徛三角锥。严重影响到基慢车道。议员认为病院的腹地有够大，但却一直无一个单位有办法来改善。市府单位不管是警察局或是交通局这边，已经协助在小东路上的处理非常多了。譬如说，我们都把最外侧的路边的停车格通通取消，变成是慢车道。没错。那让它至少可以排一点点的这个队伍到道路上。腹地可以改善，它为什么不去改善？我们知道成大当然是它的校园内部跟不同的学院，这个我想方案我们都提过给他了。那我想，我们会在积极的在跟成大校方这边来做协调，因为它是有空间改善的哦。同款的交通问题，还有台线中正北路，日前因为严重的车祸事件，议员认为是交通号志设计不良造成。对此，交通局长嘛回应会来检讨改善。台南新闻林跟杨顺怀采访报道。